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这是马祖上界端特的口味。在地带出的就是海蛎啊，在地人讲是佛手，这个口感吃起来那亲像是海龟子，是在地人真爱食的配酒菜。即马就有一个少年家叫做老孙，因为马祖来，因为想要看大家拢会当食到故乡的口味，伊来到都市来开店创业。在这个土地，也就是台北，就会当食到马祖上界端特的菜，会当食到咸公饼、野生的乌鱼子，也有炒鱼仔面。炒佛手、红糟鸡、咸公饼、蚵仔卵、煎的野生的乌鱼子、三鲜炒鱼面，规道的好料的摆出来，全部拢是马祖的特色料理，跟东引的味道都蛮相近的，而且蛮好吃的。你在台湾是没有办法吃到的。甲这的菜煮出来的人，就是伊。今年才30岁的老孙，伫马祖出世大汉，到读大学才来台湾。生做真特别的佛手，先甲沙火烧了后，再搁甲香料做伙用大火来炒。它是群居性的动物，等于是它在海里面，要是看到它，就是看到它的一家子。佛手搁红叫做笔架，学名叫做古竹，普通拢生伫石头的芳内底。伫马祖定互人用来炒，也是吹。肉食起来甲海龟子真成，那真 Q， 搁真清甜。马祖人啉酒拢真爱配这味，毋过想要食到壳内底好滋味，嘛是有一寡撇步的。就是尖的地方朝嘴巴咬开，肉就出来了。它肉就可以直接吃了。那这个肉里面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吃到海草的味道，可以吃到海水的味道，其实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。即马料理会当做甲真下都市人的口味，毋过5年前拄开业的时阵，身为餐饮界菜鸟的老孙，敢若想讲要用上青的海味来做上正港的故乡菜，想袂到伊这个初心，尾也变做餐厅的危机。在我们马祖人认为它非常的香，而且它是一个鲜味，但是在部分可能没有吃过的民众眼里，它是一个腥味。那我们在当初刚开始的时候，蛮多客人反映它有一个味道。不过烦恼嘛，袂互代志变甲更较好，所以老孙就四界去找刀子师。这个时阵，伊的救星王师傅出现啦。我进来之后，我看某些菜啊，做一点改变，是吧？改变，然后呢，有了再加一点那个新的菜。其中改良上济就是这出三鲜炒鱼面，因为马祖鱼面是用真济鱼肉、高米粉做出来的，加减啊会有互人较歹接受的臭臭味。洪师傅甲老孙就决定调整做法，互这出马祖料理会当互更加侪人喜意。我们用冷热水汆烫过之后，尽量去消那个味道，然后保留它原本的口感。就算捌拄着困难，老孙嘛拢无放弃，因为伊相信故乡的好滋味一定会当互大家食了拢会甲喙，嘛会当带伊拼过各种难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